台关心少子化，即马已经成做国安危机。去年咱台湾无到14万个婴仔出世，有立委和专家即马针对少子化提出一寡政策的意见。那目前伫立法院，有下党派立委提出少子化对策的基本法草案，想要比照日本立专法来解决咱国内囝生少的问题。 一个囡仔做伙耍，看起来是真古水，不过这个画面是愈来愈珍贵。少子化已经成做国安危机。根据内政部的统计，去年无到14万个囡仔出世，创下历史新低。因应少子化，跨党派立委也有提出少子化对策基本法的草案，想要比较日本设专法。民众党的立委就召开公听会，呼吁负责解决少子化的单位，暂时爱设置总统府的下骹。 成立专责立法跟专责单位其实都是非常有必要的，而且但是它的位阶必须要放得高一点，才能够达到这个跨部会协调的作用。尽管儿童安全文教基金会嘛表示，台湾欠缺对适婚年岁世代的支持，嘛鼓日本政府到饲囡仔计划的例，呼吁政府袂使个拖。 有3年期的这个加速对策哈，也就是这以下提的哈，所以它这个整个基本理念来讲。 主要还是要增加年轻世代的收入哈，可台湾呢，事实上我们的还是上面对还是在低薪。那第二个是要改变整个社会的结构跟意识哦，也就是说，今天育儿不是女性的事。立委、学者甲民间团体拢呼吁政府爱赶紧提出对策，解决少子化的危机。除了参考国外的做法，咱国内嘛爱对经济、教育、社会大众的想法，各面向提出对策来解决。记者柯家山、谢桂林台北采访报道。